復原。麻醉後唔可以立刻進食，請按照醫護人員指示先可以飲食。麻醉後24小時內切勿駕駛或操作重型機器，簽署法律文件或飲酒。可能出現風險及併發症。整體而言，全身麻醉安全。全身麻醉直接涉及死亡嘅風險極低。但因應每位病人嘅個別因素，令全身麻醉有唔同程度風險，例如唔同類型手術及病人已存在嘅疾病。疾病包括長期內科病、過度肥胖、睡眠窒息症、認知障礙、活動障礙、濫用酒精或藥物、低齡及高齡患者屬於高危。麻醉科醫生喺手術前會與你商討麻醉嘅情況，通知你與你有關及最常見嘅風險，同埋一啲罕見但危險嘅情況，但唔能夠將所有可能發生嘅風險完全列出。